看着远去的孩子，林小姐心如刀绞。而孩子顺着水流飘到了一座寺庙附近，被山上的方丈发现了。方丈安排小沙弥将孩子给救了上来，并为他起名玄奘。玄奘从小就聪明伶俐，对佛经更是一点就通。方丈也是将玄奘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。一天，玄奘打柴回寺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渔夫。施主，用我的柴换你的鱼行不行啊？好。善良的小玄奘并没有把鱼给吃掉，而是把鱼给放生了。18年后，小玄奘也长大成人，方丈也将玄奘的身世告诉了他，而玄奘也寻找到了母亲，并将恶人绳之以法。